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阿优。咱台语是一款足正确的语言，用华语的滑手机来做咧，安尼，拢是滑这个动词对无？毋过伫台语内底这手部的动词就有分几6种哦。今日这集我会介绍16种手部的动词，互大家知影。愈正确的语言会当互咱的沟通愈有路，嘛较袂产生误会哦。头一个动词是回，回这个动作有几种意思？接触搁小可拖过安尼，像讲衫回到油漆，也是踏到狗屎的时阵，鞋伫草顶悬回咧，也是磨刀这个动作，嘛会使讲甲刀摕去回一下。搁来就是现代人上接做的代志，回手机用镜头伫手机顶悬回来回去安尼。第二个动词是背。背就是用手夹物件背开，也是背去边啊。像讲桌顶拢用压，你甲背咧。来，要翕相啊，紧甲头毛背好坐。你脚只偏有一只虫，紧甲背走啦。第三个动词是撸。撸是形容出力磨物件，也是出力洗的动作。像讲甲鼎撸咧，撸鼎的物件就号做鼎撸啊。也是讲若要用茶做物件、做家具，通常拢爱先甲伊撸好平。搁有囡仔人跋倒的时阵迄骹头虎会撸破皮。咱日常生活常用的刷卡就是撸卡，嘛是即个撸。第四个动词捋是伫较细的范围内底，甲物件捋掉、扫咧。像讲洗身躯的时阵爱甲身躯顶的线捋好清气。先就是一寡油垢啦，若是几6天无洗身躯无洗全身，若是安尼照咧，可能就会有足侪线哦。第5个动词号做撸是较我扫即个动作，像讲要摒扫的时阵，会甲刀撸较边仔咧，也是要甲代志扫互别人，嘛会当讲撸互别人。搁有甲头毛撸较底咧，嘛是用即个撸。第6个动词是吐这2字做动词有几6种意思。头一种是用尖的物件吐，像讲我考试袂晓写，煞无细字，甲考卷吐甲破一空。嘛会当讲吐涂刷，就是铲这个动作。搁来嘛有竞争、抢来抢去的意思，像讲吐人的饭碗，就是抢人的工课啦。路尾大家应该有听过“吐槽”这个词，吐槽这个词就是讲闹开。华语即马少去用变做吐槽，吐伫正嘛有迄种甲人的唔对白臭话讲出来的意思啦。第7个动词是骂，嘛会当读做咪，骂就是用手抓一骂。做动词的时阵是动作，像讲骂土豆、骂糖等等。若做量词就是一骂100的意思。第8个动词是赶，赶是用手夹物件摕起来的意思，像讲赶水桶要去洗车，也是讲赶菜篮要去买菜。第9个动词是切这个动作足简单的，你若是有清气相，就是洁癖啦，一天应该会做这个动作几6摆，像讲妹妹食饭饱毋着甲刀斗切咧。第10个是试。嘛会当讲试就是用手安尼试落这个动作，像讲试电铃，也是试赞。若有受伤的时阵，爱安尼甲空喙试咧，才袂阁流血哦。第11个是切就是顶下大力摇的动作，像咱台湾人足爱啉素摇，台语就甲伊号做手切茶，就是用手也是机器，甲茶甲内底料切咧，安尼足好啉的对无？另外有时阵咱驶车去山顶佚佗，迄路无平，驶顶会安尼切来切去，切甲大家拢晕车叫要吐啊，就是这个切啦。第12个，我安尼讲是颠倒饼。第12个是演有2种动作，一种是热人的时阵迄天气足热，大家敢是会用手安尼热风。也是讲摕开线来热，就会有风，会较凉小看。有时阵看到名册出现，因拢会安尼，甲大家热手，就是用手挥动的意思啦。若是伫路边热过停车，嘛是即个热
第13个是运，运是甲物件摕去抹液体，也是抹粉。像讲食三鲜米爱运豆油甲瓦萨米，运豆油嘛有迄种做代志无足深入，也是形容停留的时间短短尔。就像咧运豆油安尼啦，摕来运的酱料就是运料。第14个是存，存这个动词甲转物件有关系。头一种就是安尼，存面巾，用两只手甲面巾存顶重，甲伊的水分存掉，搁有存丝巾，上发条的意思，甲塔安尼存开，嘛是用这个存。第15个是捧，捧就是用双手甲物件摕起来，像讲捧菜、捧茶、捧饭来食等等。另外，捧搁有一个足接用的词是捧场，代表到赞声。到乌演支持的意思啦。第16个是压，压就是双手出力，将物件拗断，像讲甲甘蔗压做2节，也是讲伊足受气的，竟然家己压甲断去。另外，大家敢知影比腕力台语安怎讲？就是压手把，讲两个人比看送的手骨较有力，压手把啦。好，以上就是今仔日甲大家分享拢总16个甲手的动作有关系的动词。你若阁有想到啥物手部的动词欢迎你留话甲大家分享哦。安尼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